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赞度古仁波切的弟子。我们昨天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仁波切的英文书，Compassion Conquers All 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内容。那今天开始呢，我会重新跟大家再一次分享，就是仁波切的生平传记承诺。那这个承诺呢，我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用了比较就是专注于在介绍图片那种方式跟大家分享过了。那这次呢，会稍微换一点方式，就是我们会比较快速的就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内容。那基本上所谓的快速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会是以一个就是让大家看，就是直接把书本就是它的内容呢，整个是就完全的呈现在大家面前，就是包括它的文字内容啦，它的排版内容啦，那现在我们开始就看看这本书呢，它的这次特别版，这是纯中文版，我们还有另一个版本呢，那个是中英合并版。那这纯中文版呢，这个特别版就是已经到了第2版了。那这本书呢，还有就是至尊第101任甘丹赤巴结训龙日南杰仁波切就是给这本书写的序。那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甘丹赤巴龙日南杰就在法国巴黎呢给仁波切给赞度仁波切写的一个序。很高兴这次赞仁波切的弟子们来到这里。赞仁波切我以前见过，我在甘丹东顶寺或者甘丹萨基寺担任堪布时，曾在寺院见过。还记得之后好像来过我法国的佛学会，记得不是很清楚，应该是来过一次，当时也见过面。这回在他弟子面前听了许多情况，眼里看了很多，耳中听了很多，总体为佛陀教法，尤其为格鲁派清净无染的教法，赞仁波切在住持、守护、弘扬3方面的事业都做得很好，事业也非常广大，我自心欢喜。现在仍然有持续进行的计划，也务必要做，特别要敦请仁波切按计划做下去。在此，我对赞仁波切的诸事业，自心表达欢迎之意。以我来说，我年事已高，大约已届91、92之龄，体衰无力，随时有病痛，就这么待着。这也是轮回一般情况，生老病死之苦，所有人都有，情况相同，所以心里也坦然。这里是我的住处，是我在法国的自宅。这里不是寺院，所以住在这里的时候，无法穿着全套僧服。穿着僧服时，要系上很多腰带，有上衣和裙子的腰带要绑，身体很多疼痛，无法系上腰带，所以里面就穿着绵绵软软的衣服，但心中坦然。赞仁波切还年轻，事业推展得很好，有计划继续承担教法之事，我也请仁波切继续承担。我现在讲的话，他们2个应该录了音，可以誊写成文字放在书里。我无法写字了，现在没什么其他特别要讲的。非常感谢，也很高兴，仁波切的事业做得很好，非常高兴。谨致谢成，吉祥如意。甘丹赤书龙日南杰，法国巴黎，2007年10月18日。那这个就是第101任甘丹赤巴龙日南杰为赞度仁波切写的序。那这里下面的署名甘丹赤书呢，其实甘丹赤书的意思就是已经卸任的甘丹赤巴的意思。而甘丹赤巴，我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我主要会以念过的方式来读过的方式来给大家分享这本书。那如果有些地方我觉得可能需要稍微做一些讲解的话呢，还是会给大家做一些讲解的。那我们讲甘丹赤书其实讲的就是卸任的甘丹赤巴。那甘丹赤巴是谁呢？甘丹赤巴是什么呢？甘丹赤巴其实就是历任格鲁派的甘丹法座的持有人。那龙日南杰仁波切呢，他是101位。
那就是这里的解释大概是这样子。那目前呢，这个甘丹赤苏龙润南街，他已经常驻巴黎了。那他为仁波切的一些为占都古仁波切的佛法事业感到随喜和高兴，所以就特别呢为仁波切写了这个序。那接下去呢，给大家看的会是这个就是这本书的目录。那本书呢，它就总共分成包括序的话，就是分成6个章节。第一序呢讲的是历经诸事，历经诸事介绍的是仁波切的过去的许多事。第一章呢是吉兆出现，那讲的是仁波切，因为仁波切的生平主要分成主要在三大地点。4大地点，不好意思，在4大地点。那第一个地点呢，就是他出生之地，那是中国台湾台北。那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他年少的时候，就是主要在美国成长。那第3个地方呢是印度，就是他出家为生的地方。然后呢就被上司派遣前来马来西亚，所以第5章呢主要介绍的是马来西亚。第一章序呢是历经诸事，第1章呢是吉兆出现，第2章是美国之梦，第3章许下承诺，第4章心之所属，第5章创造传奇。呢至于为什么每一个章节有这样子的题目呢，我们慢慢分享下去，大家就会就是心里有谱了。好，那现在我们开始来这个历经诸事这个序。那其实这张图呢，大家看到仁波切是在坐在一个法座上，那背后呢，其实背后是释迦牟尼佛，在背后呢，其实是就是世界最大的多杰雄尊像。这里呢，其实是马来西亚彭亨州文东的克恰禅修林里的智慧殿。那智慧殿里有着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多杰雄尊像。好，在这里开始给大家读一遍这个一位觉者的传承法脉。珍贵的地念武士占都古仁波切来自于一个盛名显赫的转世世袭，此世袭最初可追溯至释迦牟尼佛时代，在多个转世之后，仁波切以宗喀巴大师的一个直系弟子的身份乘愿回来。宗喀巴大师是西藏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也被称为西藏的第2佛陀。通过对自身转世的完全掌握，仁波切如今又回到我们之中。他秉持纯净的慈悲和遍知的智慧，一心为每一个人带来福佑。珍贵的占都古仁波切也是一名度孤，一些度孤是那些高正量者的转世为人，只为了能够利乐众生。他们透过承继前世的修行任务及分享佛陀教法来体现他们的慈悲。度孤在护持和推广佛法方面扮演了显著的角色。在藏传佛教传统中，对于度孤的鉴定与认证有着十分严格的标准。每一位度孤都必须经过高僧大德佛教护法神的寺院官方神谕的认证。占都古仁波切被多位高僧大德正式认证为转世高僧，其中包括了至尊颂仁波切、尊贵的堪苏强巴耶斯仁波切和尊贵的冈森仁波切。与此同时，仁波切的所有24位转世、24世转世全都获得多杰雄登官方神谕第7任庞龙护登的鉴定和认证。在仁波切的历史中，拥有历史记载的第1世转世是佛陀的第一位弟子须摩提女。须摩提女在修持和弘扬佛法方面的贡献非常显著，因而在佛教3大传承小乘、大乘和金刚乘的文献里皆有不朽的名声。这就是序的第1页。那上面呢一些文字说，度孤也译着主古，是那些大修行者的转世，重返人间，只为了能够利乐众生。他们承继前世的修行任务，守护及弘扬佛陀教法，使其悲心表露无遗。那度孤呢，这里有稍微就跟大家说，其实那有些人说，怎么叫度孤？有些人说主古，还有其他可能还有其他类似的一些声音，就是发音。那其实
中文其实我很多时候尤其在藏传佛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不太明白的文字，你看起来其实是中文，但是其实字凑在一起，其实你也知道那不是中文，那其实很多都是来自藏文的音译。那这个度库呢也是藏文的音译，所以以音来就是猪骨的意思。那所以以音来译的话呢，就画成中文呢，就可能是猪骨，可能是猪骨等等。而主要讲的就是那些大修行者，他就能够自己控制这些转世那些修行者呢，他转世回来，那这被认证，其实这些就是度库的意思。那在这个图呢，你看到的这张就是这一页，它有一张图，这是一个塑像。那这是尊贵的地念武士占都古仁波切的其中一位转世。他呢是公元14世纪的佛教圣者宗喀巴大师的直系弟子。哦，不是，对不起，念错了。这个是尊贵的地念武士占都古仁波切的其中一位转世，为公元14世纪的佛教圣者宗喀巴大师的直系弟子。宗喀巴大师被广称为第二佛陀，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那这个图呢，是宗喀巴大师的就是他的一个雕像，他的有些人称为金身。一般其实会有一个班智达帽呢，这个呢是没有班智达帽，就是一个它的像的一个原型。好的，那接下去呢，我们再跟大家继续再读下一页。那这个呢，这就是其实我基本上就是会跟着书一页一页的把它就是扫描，或者是把它转进来，就是给大家尽量不要错过的一个图片。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如果熟悉的话，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皈依镜。这个皈依镜呢，就是每一个传承有自己每一个传承的皈依镜。这个皈依镜呢是格鲁派的皈依镜。下面的文字是这样写的。这幅格鲁皈依镜或资粮田，描绘的是自释迦牟尼佛以来不曾中断的传承上师及本尊图。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1357年至1419年是这个传承的中心人物。宗喀巴大师右侧的主像是代表慈悲传承的弥勒佛，而左边的主像则是代表智慧传承的文殊菩萨。这幅皈依镜结合了传承上师和本尊，是格鲁派行者观想的对镜。那一般上其实就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通常就最好就是能够去，尤其在修行的怎么讲，越高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观想这整个皈依镜。那所谓的皈依镜讲的就是每一个传承，它从最初的一个来源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直传承到就是现任的一个师父这里。那这个格鲁派皈依镜啊，中心人物呢，就是中间他是宗喀巴大师。那左右两边呢，分别是代表慈悲的弥勒佛和代表智慧的文殊菩萨。我们一起就分成，如果大家比较熟悉的话，分成广行派、僧犍派的仪式。广行派的代表呢是弥勒佛，僧犍派的代表呢是文殊菩萨。至于皈依镜要怎么去看呢？这些如果大家有兴趣，大家可以好好去怎么说，专门去找格鲁派的皈依镜。如果是格鲁的就是追随者的话呢，就去看格鲁派的皈依镜。那其实要留意的就是说，每一个上师呢，或者是具体传承不一样的话，那皈依镜就是有一些可能一些稍微些许的不一样，也不要觉得太奇怪，因为其实你的上师就是怎么说呢？那可能比如说某个传承是传到了帕布嘎仁波切，那从帕布嘎仁波切呢再传到赤江仁波切，那有一些就他们的传承上有一些包括所修习的本尊啊，或者是护法的有些不一样的话呢，它就会稍微的不一样，所以是也不是错的一些事情。那如果有兴趣知道皈依镜整体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去翻阅《掌中解脱》那这里就不多做解释了。接下去呢，这个是好，
在这里呢，这一页大家其实一目了然，大家看得到，它基本上是对于仁波切前世的，就是每一位前世呢，不是每一位，其实主要的几位前世，那仁波切总共有，就是他这一世是第25世嘛，对不对？所以他之前总共有24个转世。本书介绍呢，介绍的并不是每一位是，就是抽出其中的一些10多位来给大家做介绍。所以这一页大家看得到的，其实都是一些都是这些转世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我们再往后去呢，往下面去的话呢，就才会看到每一个特别的每一个转世的一些个别的比较详细的历史。在这里继续给大家读仁波切的前世。还包括了大成就者毗瓦巴，这位公元9世纪瑜伽士和那烂陀寺的住持，经常展现不可思议的神迹。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神迹之一，就是曾一度阻止太阳下山。毗瓦巴当时吸引了无数众生走向金刚乘之道。吞弥三不扎，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最重要的大臣之一，同时也是西藏文字的创造者。此外，他也从印度将第一部佛教经典引入西藏。藏王次松德赞，西藏3法王中的第2位，他不仅恢复了西藏的往日辉煌，同时也让佛法首次在雪域之地弘扬开来。大成就者那罗巴，古印度84位大成就者之一，以对上师帝洛巴的强烈意志心为人所津津乐道。那罗巴也是金刚瑜伽母密续之父，因而这位威力强大的佛母也被称为那洛卡措或那洛空行母。而译师洛丹喜饶，一位丰富多产的翻译家和上师，个人将超过135000梵籍翻译成藏文。洛丹喜饶同时也将经甲与护法的传承和法门从印度引入西藏。热罗译师，最著名的译师之一，也是西藏佛教史上一位证悟的神通王。他在公元11世纪成功将威力强大的大卫德金刚密法在西藏弘扬开来。释迦斯利巴达，这位著名的印度大德曾领导印度最主要的2大寺院超戒寺和那烂陀寺。他在西藏传授包括佛教哲学五大论著在内的浩瀚显密教法。布顿仁钦珠，一位佛教先驱学者和译师，他成功汇编了甘珠尔佛陀口述教义的总集和丹珠尔佛陀弟子对佛陀法教论述总集，2套藏经，成为日后西藏佛教各大流派皆重视的主要参考书籍。稍等，好。萨迦班智达，第4任萨迦法王，擅长辩论。在一场大辩论中，他成功将6位外道学者落得哑口无言，其中1位还是著名学者哈里南达。萨迦班智达声名远播至汉地和蒙古，并曾在那里将对一座寺庙的幻象施法，使其不消失。他留下了超过100本著作及无数译作。慈力主扎巴坚赞，他是圣哲宗喀巴大师的8大弟子之一。他对佛教的其中一个最伟大贡献，是在西藏兴建了甘丹寺，从而护持和保留上师的教法，让格鲁传承仍在今天成为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佛教流派之一。班禅索南扎巴，世上唯一曾担任格鲁派3大寺院甘丹寺、色拉寺和哲蚌寺住持的大师，他同时也是第3世加瓦仁波切的经师、上面住持以及第15任甘丹赤巴，也就是格鲁传承法座持有人。根顿月达，公元19世纪的佛学大师和甘丹萨济寺第72任住持。他的多项成就包括了完成寺院的修缮工作、光复寺院的规章、制度和行政系统。堪珠图登南山仁波切，伟大的佛教学者和导师，他凭着个人努力不懈，让佛法在西藏的帕里地区兴盛起来。
这些就是就这一页呢，就是介绍仁波切的一些就是主要的一些前世，那不是就是没有包括每一位，但是就是就是比较就是跟我们比较直接相关，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在左侧呢，这里有一张图，这张图是一个是位女性，她的下面的字写的是，在仁波切的历史中拥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位转世是佛陀的一位弟子须摩提女。下方呢是在尊贵的赞图仁波切充满启发性的人生故事中，处处都显露出他强大的佛法印记。这一切都展现在他排除万难、坚持不懈追求佛法的精神上。大家看，就是基本上呢，我们看了就是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呢，就是说，其实仁波切他的转世呢，其实可以追溯到很早之前的。就是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呢，他的第一任就是追溯回去第一个被认证的转世身份呢，是释迦牟尼佛的怎么说的弟子须摩提女，她是女弟子。那中间呢，大家会看到，其实有一些是印度的，有一些是西藏的。那慢慢我们再仔细跟大家分享，就是每一位就是这些转世呢，他分别对佛教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好，那我们再往下一页。那来到这里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一页主要跟大家介绍须摩提女和大成就者比瓦巴。须摩提女。那右边这张图呢，就是须摩提，就是画家所画的一个唐卡图，就是须摩提女。那至于为什么他的姿势是这个样子呢？什么呢？大家看了这个内容呢，就会知道了。须摩提女，赞图仁波切被认证的第一个转世身份，可追溯至释迦牟尼佛时代，佛陀的大功德主及弟子须达多之女须摩提女。须达多又名给孤独或者给孤独，此名寓意须达多慷慨布施、无家可归及无依者的美德。不仅如此，佛陀的首座佛寺起源精舍也是由须达多所建。竣工后再供养佛陀。须达多供养上师法业的正确态度，可说是给后世人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须摩提女追随父亲的步伐，开创了延续至今信众给佛及僧团供养食物和熏香的文化。而须摩提女让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也许是她凭一己之力将佛陀带给满腹成千上万的人。出于对佛陀的谦敬，须摩提女在自家的屋顶上手持香火，诚心祈请佛陀及眷属前来满腹城接受供养。隔天，佛陀及眷属便奇迹般的从天而降，前来接受供养及说法。顿时，当地成千上万人对佛陀升起了极大的信心，也开始相信佛法。须摩提女的事迹启示世人，我们对佛陀的纯净一子心能使佛法弘扬十方，触动无数生命。在佛教三大传承小乘、大乘和金刚乘的文献里，皆有须摩提女的不朽的名声。她对佛法的信心、依止心以及无私的奉献，使得她在那一世便以在家修行人的身份证得阿罗汉果。这也意味着，不管我们是在家或者出家修行，我们都能在修行中得到觉悟。这张图上面的文字是须摩提女，释迦牟尼佛的杰出女弟子，她所开创的供养食物及熏香的文化，至今依然盛行。那这须摩提女呢，其实在很多经典上都有记载，都看到。那如果大家对她的故事，就是很完整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她的事迹，想要了解的更多的话呢，在赞都仁波切的博客上，就已经为大家已经为大家特别找来了，就是收集了好一些不同经典上的一些故事内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找一下。那这里
在本书呢，当然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简短的介绍，让大家对须摩提女究竟是谁啊，她有什么样的贡献，她在对佛教有什么样的贡献，就稍微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首先她的身份，她其实她更就是大家更熟悉，其实他是他的父亲。那如果有常常在念佛经的，大家就会知道，那这个父亲呢是须达多，就是他最重要其实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这个起源经者。那可能在经文里，大家可能会常常读到这一个地方。那这个须摩提女呢，就是这个佛陀的大功德主，须达多，或者是给孤独的女儿。那这个须摩提女呢，她最出名的其实是怎么说呢？在那个时代，身为一个女性，她就怎么说，就很勇敢的，就当时就远嫁他方了。那个地方呢，其实是没有佛法的。那她还就是凭着一己之力，凭着她对于佛陀的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呢，她让佛陀在满腹城，也就是他的夫家所在之地，佛陀带着一众弟子呢，就在那个地方降临，然后让满腹城的人看到了整个场景呢，就是立刻信心倍增，从此就是变为佛教徒。那他本身呢，他所创建的一个传统，到现在还是很多人都在沿用着的。那第一个呢，他创建了一个熏香文化。为什么叫熏香呢？供香就是供大量的香。熏香的意思是因为当时须摩提女呢，她就是为了祈请佛陀前来，就是在屋顶上呢就燃烧了很多的香，所以燃香来请佛呢，其实是这样子一个传统，就是共享的这个传统呢，其实就源自于他。那另外呢，其他供养食物的传统呢，也是来从他那里传下来的。而且他在就是佛教我们基本上分成3册嘛，那他的故事呢，在3册经典中呢，其实都有记载着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暂时给大家念到这里。那下一次再继续给大家分享大成就者提瓦巴，还有其他的。好，在结束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就做一个回向。那之前每一次呢，我做的回向，可能大家都可能就有点听了不太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那这次呢，我把这个就回向文呢，就弄成文字贴上来，这里给大家就是我们一起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以一切功德，利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信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宣出正德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止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止息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系圆满。我及他人之3世，以此相属2之意，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善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行恒常住。好，就是这一次新的一个系列，就是对这本承诺的这个分享呢，大家基本上是就不太会看到我的样子，因为主要我们就是一页一页的给大家看书的内容。那到最后那个部分呢，包括连回向我都会给大家看，就是让大家也一起跟着回向。那所以那如果大家什么意见的话，其实也可以欢迎大家就到
我的面子书上给一些意见。好，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结束，那我们明天再见，谢谢大家。